子用个冰去压落去哦，夹紧，细细粒叫啊，都太了就变变，那么这种是种的地哦，它像个黄瓜去哈，用铁线啊装味一点，塌落去就像个黄瓜当这样啊。中湾公路东石我去古怪的路况，经过太毛布的时间，总会看到路上两件调人奥多拜店看板嘅店啊。细细之间唔系东大眼，讲起奥多拜店，日本嘅优势什么跳塔，做乜嘅调嚟贵嘅嘅俘虏呢？有俘虜度卖嘅到底係乜嘅肉？是姊妹之間經研究嘅一眼是本身講奧多拜嘅，啊，是姊妹是忙教啊呢，就เอา一個蠻好，是處理救災，個蠻啊做守望相助嘅副隊長，按處理救災，啊看到有年嘅搞一條普通橋，啊佢讓我個愛望是拿住做。連着200公分長嘅鋪嘅，是喺連下俘虜隊軍法節屬於衝鋪嘅比賽嘅紀錄保持。住宅鋪嘅許昌行提到價是本源，不過經過劉秋葉嘅巧手，鋪嘅變奏各種嘅藝術品，就介做數十件，就介變奏將嘅天福片，對幾百個元到幾千個元都有，還是終於出價15000個元，為了佢買兩隻粗顯鐵皮嘅俘虜，不過劉秋葉啥唔盼得買。閒細細嘅時就塌落去，啊佢個塌落去冇變，安尼個奇奇怪怪嘅形體。就做不二胡，就總是啊，佢太到以後，這個形狀都變強去了，都變形。啊，有冇想到安樣做咯？咁就自家都姊妹莫搞啊，就裝，如果裝就按數時啊，你啊裝個模型啊，裝嘅裝變啊，用條邊落去，夾落去嗬。按雕喺手喺，按手筋哈，按佢太到個變，個太板出來變。咱都係鋪個大到南調調，就俘虜品、充品兩條，但像係啲扎細細嘅山呢，除咗5隻冇佢落嘅品種。你咪變種嘅，本來係長嘅冇嘅啊，你實變種咯，實變實有啲一倒。所以當然種當然會有冇種開。係啊，我見變啊，冇要攬落去啊！我哋係用個長嘅品種，按攬件哦，按件，其實這邊嘅樣啊，地下就一頭嘅。係，而家冇搞法，過年過後嗰陣開始種就天台你咩嘢闊安尼嗬，種3粒冰落，按時間種。啊，有棒啊，裝熟了被抬起來。雖然鋪個好做，不過還係愛生意照顧。一細粒對那冇面皮。睇下咬到咩唔怕咧？係睇了就咬佢，睇了硬落去抵唔起吧？啊，你細粒對落去佢冇面皮，嗰個要。從我裝落去啊，冇面皮啊！你就要冇包袋啊，你半個烏煙棚帶呢，帶落去就穿，那就當潮咯，雜皮買得皮。雖然係半路出事，劉秋葉種鋪個，啥也種出來心得。啊，慢慢咧去講，去突然研究啊，突然搞理啊，去年咧要種啊就突然頭個。種啊，拿轉嚟種，係，按就出冇擺，咪就到條買轉來。唔過世界俘虜，老用來雕刻嘅俘虜是冇窮肉。啊，種5個月，你睇唔會黃皮，我黃皮咯，啊將就剪落個，將拿轉去，個皮烤咧，曬走落去，將這雕刻咧。佢個皮係長長嘅，你曬落去就走落去變黃，個皮將會變黃，啊將會長皮膚將會長。
啊，地图塞了几条刺眼嘛，走不了就变强。哎，塞有2礼拜，怎么走？刘琼也冇人告佢，自家出位做片未水性，完全唔是大個嘅。行業鋪會開到奶，看法界完全就看兩鋪。唔單止咁樣，劉瓊也攀為俘虜加啲食材。打地哦，用酒精打地，還有用的廣告原料，總看的總嘛是，這200瓦多是的青菜，用蝦絲嘛是的。食材片分嘅俘虜加啲是現推感生活，可能就本人上唔到嘅效果。了，可能收入就順滑啊，可能韓滑個線佢就做個線啦。啊，拿出生意頭落去叫做別去，你條件慢就好啦，曬落去哦，個溫度哦別到一隻。呢種冇同樣嘅買菜，係個創作者嘅秘方，留熱調嘅加工，自然顯示嘅溫度，可能係似冇甜嘅隻強壯嘅。劉瓊也講，我看住控係最難嘅，從頭就冇做住出為失敗。不過佢總有種辦法，鬼操作難為住張藝術品。你下從頭為咗當到好俘虜嘅嘢，來留佢交流研究，除了外國人可能未當夾住。一個不少藝術家唔單止長差嘅係專業。嚟為俘虜創造出嚟冇同樣嘅價值。